大家好，歡迎來到創富茶餐廳，我 Charles。呢個 channel 會定期同大家分享創業思維、營商技巧、經濟時事、股市分析，大家記得 like、share 同 subscribe。呢一集想同大家講下蜜雪冰城。中國新茶飲市場喺過去10年經歷咗爆發式增長。據艾媒諮詢數據顯示，2023年中國新式茶飲市場規模已突破3000億元，預計2025年將達到4000億元。喺呢個競爭白熱化嘅賽道中，頭部品牌競爭格局逐漸固化，喜茶、奈雪的茶等高端茶飲品牌牢牢佔據1、2線城，是核心商圈。而蜜雪冰城卻另闢蹊徑，通過差異化定位實現逆襲。茶飲行業呈現顯著嘅分層特徵，高端茶飲客單價普遍喺25到40蚊，主打現製鮮果茶同定製化服務；中端品牌定價15到25蚊，聚焦標準化產品。而蜜雪冰城以5至10蚊嘅極致性價比，精準切入下沉市場空白地帶。呢種市場分層不僅反映消費能力嘅差異，更加暗含不同消費群體嘅核心訴求。3、4線城市消費者對價格敏感度更高，同時追求品質穩定嘅基礎茶飲，都造就咗蜜雪冰城嘅崛起。1997年，創始人張洪超喺鄭州開設第一家韓流刨冰，以2蚊嘅刨冰產品切入市場。通過持續嘅產品迭代，逐步確立以冰淇淋加茶飲為主嘅產品結構。2006年推出3蚊嘅摩天脆脆甜筒，憑借獨特嘅奶香配方同親民價格，迅速打開市場，成為品牌第一款現象級產品。呢一個階段嘅核心突破，在於通過聚焦大眾飲品需求，建立高質低價嘅產品認知，同時探索連鎖化運營嘅模式。2008年正式改名為蜜雪冰城，開啟品牌化之路。蜜雪冰城從2011年開始實施區域代理模式，通過直營加加盟嘅混合模式實現快速擴張。喺供應鏈方面，2012年自建原料生產基地，2014年成立倉儲物流中心，構建起覆蓋研發、生產、倉儲、配送嘅全產業鏈體系。呢種垂直整合模式有效降低30%到40%嘅成本，為低價策略提供支撐。而標準化係呢一個階段嘅核心競爭力。通過建立嚴格嘅 SOP 體系，從原料配比到設備操作均實現數字化管理，確保全國門店產品品質統一。截至2018年，蜜雪冰城門店數量突破5000家，完成全國化佈局。2019年，蜜雪冰城推出洗腦神曲《蜜雪冰城甜蜜蜜》，通過短視頻平台實現病毒式傳播，播放量突破50億次。呢次品牌營銷事件不僅提升咗品牌嘅認知度，更加重塑了品牌嘅年輕化形象。同時，品牌加速全球化佈局，截至2024年底，海外門店突破3萬間。覆蓋東南亞、中東、澳洲等20多個國家和地區。截至2024年，蜜雪冰城全球門店數量突破4萬間，年營收超過300億元，成為全球門店數量最多嘅茶飲品牌。喺供應鏈方面，擁有5大生產基地、22個倉儲物流中心，構建起覆蓋全球嘅配送網絡。財務數據顯示，加盟商單店日均營業額普遍在4000到6000蚊，投資回收期平均約12到18個月。供應鏈嘅優勢，垂直整合嘅供應鏈體系，令原料成本較同行低20%到30%，而品牌優勢盡現國民級嘅品牌認知度，年輕化營銷持續提升品牌活力。而成熟嘅加盟管理體系，從選址培訓到運營提供全流程支持。數字化能力方面，自主研發嘅智慧管理系統，實現門店運營數據實時監控。不過佢哋面對嘅潛在挑戰都唔少，產品同質化、基礎茶飲容易被模仿，創新嘅速度必須進一步提升。
食品嘅安全問題，大規模嘅連鎖經營對品質嘅控制比較困難。喺而家資訊發達嘅時代，如果品質一旦出現問題，品牌將出現極大影響。下沉市場嘅消費者需求正從價格敏感型向品質敏感型轉變，再加上古名戶上阿姨等品牌嘅加速下沉，市場競爭進入白熱化階段。精準嘅市場定位，蜜雪冰城成功嘅核心在於找準大眾剛需飲品嘅定位，通過極致性價比滿足下沉市場需求。呢種定位策略避開咗同高端茶飲嘅正面競爭，開闢出獨特嘅市場空間。大家只要聚焦細分市場，找準差異化定位，避免同質化競爭，同樣可以喺紅海當中創出一片藍海。第二，強大嘅供應鏈能力，垂直整合嘅供應鏈體系不僅降低成本，更確保產品嘅品質穩定。從原料生產到終端配送嘅全鏈條把控，係實現低價策略嘅關鍵支撐。企業必須重視供應鏈嘅建設，通過成本控制建立競爭壁壘。呢個係一間企業能否發展壯大嘅重要因素。第三，創新嘅加盟模式，直營管控加加盟擴張嘅模式，既可保證品牌標準化嘅嚴格執行，同時又借助社會資本實現快速擴張。完善嘅加盟支持體系有效降低加盟商嘅風險。第四，持續嘅品牌營銷，通過蜜雪冰城、甜蜜蜜等營銷事件，成功實現品牌年輕化轉型。持續嘅內容營銷同 IP 打造，不斷提升品牌嘅社交傳播力。總結而言，蜜雪冰城嘅崛起不僅係茶飲行業嘅成功案例，更加係中國消費品牌突圍嘅典型例子。其通過精準嘅市場定位、強大嘅供應鏈能力、創新嘅商業模式同持續嘅品牌建設，喺紅海市場中開闢出屬於自己嘅藍海。對於廣大中小企業而言，蜜雪冰城嘅發展路徑提供咗寶貴嘅經驗借鑒。好，今集就講到呢度，希望大家會喜歡。大家都可以喺下面留言，想我講咩內容，拜拜。